其實你當時去英國咧，你係帶住一個點樣嘅願景？你係希望自己達到啲乜嘢？因為我都個心願係好希望更多人去認識呢一件事，所以離開嗰刻係諗住會翻嚟，特別係喺人都會離開香港嘅時候，我選擇係一個最差嘅時候翻嚟。我都相信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咧接受幫助、求助嘅嘗試嘅 quota 唔多嘅，佢哋會願意去打開個心去揾人幫手。如果唔能夠揾到一個合適嘅人幫到佢手咧，有機會係一個創傷。咁所以我好希望地繼續可以建立得到一個方法，讓到可以保障得到求助嘅人咧，係得到佢哋揾得到佢哋想要揾嘅人去幫手啦。喺我英國嘅見到啦，或者世界其他嘅地方啦，佢哋嘅一啲嘅認證嘅體制咧，係好需要一樣嘢，就係佢哋本身資歷嘅認證啦。究竟佢需要有幾多嘅年嘅教育嘅背景啦，再然之後註冊咗之後，亦都有一定嘅規範，包括可能係要有保險啊，要有持續進修同埋督導啊。咁我好希望將呢一套咧都可以喺香港裏邊都讓到更多人知道有呢個認證體制。